登樓，杜甫。花近高樓傷客心，萬方多難似登臨。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。北極朝廷終不改，西山寇盜莫相侵。可憐後主還祠廟，日暮聊為梁賦吟。杜甫嘅登樓寫於唐代中廣德2年春天，當時詩人流落四川，聽聞好朋友嚴武再返去駐守屬地，佢就返去成都嘅草堂，寫低呢首詩。當時安史之亂啱啱平息，但吐蕃就不斷入侵，連長安都淪陷過，整個國家嘅局勢內憂外患，搖搖欲墜。首句花近高樓傷客心，鮮花通常代表歡樂，但詩人用傷客心3個字，立刻營造出強烈反差。作為漂泊嘅客人，面對美景卻無心欣賞，為全詩鋪墊咗濃厚嘅悲劇基調。萬方多難似登臨，呢句交代咗傷心嘅根本原因。萬方多難4個字，概括咗當時吐蕃入侵、藩鎮割據、宦官亂政嘅動盪時局。詩人正係喺呢種國難當頭之際登上高樓，責任感與無力感由此展開。錦江春色來天地，玉壘浮雲變古今。呢兩句氣勢宏偉，上句寫空間，錦江嘅春色仿佛從天地之間奔湧而來；下句寫時間，玉壘山嘅浮雲見證咗古往今來嘅世事變遷。杜甫藉此暗示，山河雖然壯麗，但歷史嘅動盪從未停止。北極朝廷終不改，西山寇盜莫相侵。詩人嘅態度轉為堅定，北極即係北極星，象徵大唐政權穩固不搖。終不改既係對國家嘅信心，亦都係對外敵嘅警告。佢大聲話俾吐蕃知，你哋嘅侵犯唔會動搖大唐嘅根本。可憐後主還祠廟，呢句借古諷今，蜀漢後主劉禪嘅亡國之君，本來唔應該被紀念，但佢嘅祠廟卻依然存在。杜甫以此暗諷當朝皇帝，同時亦感嘆賢明如諸葛亮呢類人物，如今卻難以尋覓。日暮聊為梁賦吟，日暮既指天色已晚，亦暗喻國運衰微。諸葛亮隱居耕田時，中意吟讀梁賦吟。杜甫喺呢個黃昏時分吟誦此詩，既係對諸葛亮嘅致敬，亦係對自己空有抱負卻無處施展嘅深深嘆息。全詩融自然、歷史、時局於一體，語壯景闊，寄概遙深，充分體現咗杜甫沉鬱頓挫嘅典型風格。